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青年學院葵涌同青年學院薄扶林嘅學生，今日為大家介紹一隻我哋設計同製作嘅手機遊戲《齊向太空遊說不》。我哋希望透過有趣生動嘅遊戲，令所有青少年堅決遠離毒品，擁抱健康生活。大家可以掃一掃左邊海報上嘅二維碼，花3分鐘嘅時間完成《齊向太空遊說不》嘅遊戲。呢個遊戲可以令你更加認識毒品嘅禍害同埋健康生活嘅好處。當你掃咗二維碼之後，就會去到遊戲嘅主頁，左上方顯示你嘅分數，藍色嘅按鈕係可以顯示遊戲排名，綠色嘅按鈕就係問卷，橙色就係返到主頁。跟住我哋嚟睇下遊戲規則。喺遊戲內，我哋會見到各種太空遊嘅禍害，例如令人抽搐、昏迷倒地、腦出血甚至死亡。然後我們亦可以了解每天堅持運動嘅好處，保持健康嘅體魄，身心舒暢。遊戲其實好簡單，我哋只係要將下面嘅對話盒放到適當嘅位置，例如將強化肌肉、擁有美好身形拉到右手邊，係每日做適當運動嘅好處，跟住增加關節靈活性和柔軟度，降低受傷和跌倒的風險，正確加20分。跟住我哋見到吸食太空油嘅禍害，原來太空油屬第一部毒藥，吸太空油等同吸毒，仲有可能被混入大麻、冰毒或 K 仔，真係好嚴重㗎。我哋一邊玩就會一邊了解到吸食太空油嘅壞處，同埋每日做運動嘅好處。好快就去到最後一條啦，請作出你嘅選擇。遊戲完成，請大家填寫問卷，俾啲意見呢隻遊戲。等我哋將來再設計更好嘅程式。多謝大家嘅參與，齊向太空遊說不，擁抱健康生活，你我都做得到，耶！